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圣经伫罗马书15章13节安尼讲：愿赏赐永远的上帝，互恁对神来充满逐项的欢喜、平安，互恁伫圣神的关联得到满满的愿望。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圣经甲咱讲，圣神的关联，互咱为主做见证。圣神互咱得到生命的更新，圣神的启示，甲互人明白真理的神。圣神赏赐咱逐人有温赐，伊也是保惠师、安慰者，时常伫咱的身边有感动、有安慰。请咱三甲来吟，咱来吟这首《听堂圣神愿欢迎你》。咱用欢喜的心，咱来吟这首《听堂圣神》。听堂圣神愿欢迎你，听堂圣神愿欢迎你，用你圣会温馨的光，让我放下一切地救赎。双手心切切脚步，听堂圣神，听堂圣神，听堂圣神，欢迎你来，咱起立，咱来吟。听堂圣神愿欢迎你，听堂圣神愿欢迎你，用你圣会，用你圣会温馨的光，让我放下一切地救赎，顺双手心切切脚步，听堂圣神，听堂圣神，听堂圣神，欢迎你来，听堂圣神，听堂圣神愿欢迎你，听堂圣神愿欢迎你，愿你显明，愿你显明奇妙临在，将你心意教导你前行你，愿顺堂军队你引带，听堂圣神，听堂圣神，听堂圣神，欢迎你来，听堂的圣神，愿欢迎你，因为你是阮的保惠师，是阮达时的帮赞，会当互阮伫心内底有感动、有安慰。咱过来用这首歌，咱过来吟，听堂圣神，愿欢迎你。听堂圣神，愿欢迎你，听堂圣神，愿欢迎你，愿你旨意今日实现，伫愿成就成全，听堂稳定，愿幸福完全无保留，听堂圣神，听堂圣神，听堂圣神，欢迎你来，听堂圣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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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来。咱将咱的捧啊献献咱的主，感谢主，请坐。主耶稣谦卑降世，
道成肉体来到世间，拆开咱甲上帝之间的树。主耶稣的告我，互咱伫绝望中，佮互咱充满盼望。这首诗歌是新的歌，请咱同齐咱来读歌词，伫读歌词的中间来思想，伊要表达的情感。伫诗歌的旋律中，感受这首诗歌的水。伫你我中间，有深渊隔离，有关山阻挡，被铁分开。伫绝望中间，我仰望天，求叫你名，直到暗暝。就伫黑暗中，你主爱显明，疼痛充满伫我心灵。救赎已完成，生命被更新。主基督永我盼望。啥人通测度？你极大怜悯，你无限恩典，广阔关心。永我的上帝，你谦卑降世，替我受死，担当我罪。十字架宣告，我一直赦免。万王的王，讲我属伊。美妙的救主，我永远属你。主基督，永我盼望。哈利路亚！俄勒主，你讨放我。哈利路亚！死亡无搁捆绑我。你斩断所有锁链，你名是救赎恩典。主基督，永我盼望。这首诗歌非常的水。因为歌词内底有甲咱讲，主是咱永远的盼望。咱对头前伫你我的中间，有深渊隔离，有关山的阻挡，被铁分开。但是主是咱永远的盼望。伫你我中间，有深渊隔离。有关山阻挡，被铁分开。伫绝望中间，我仰望天，求叫你名，直到暗暝。就伫黑暗中，你主爱显明。疼痛充满伫我心灵，救赎已完成，生命被更新。主基督永远盼望。啥人通测度？你极大怜悯。无限恩典，广阔关心。永活的上帝，你谦卑降世，替我受死，担当我罪。十字架宣告，十字架宣告，我一直赦免。万王的王讲我属伊，美妙的救主，我永远属你。主基督永远盼望。哈利路亚，俄勒主你讨帮我。哈利路亚，死亡无搁捆绑我，你斩断所有锁链，你名是救赎恩典，主基督永远盼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俄勒主你讨帮我，哈利路亚。死亡无搁捆绑我，你斩断所有锁链，你名是救赎恩典，主基督永远盼望。伫你我中
绝望中间，我夜望天，求叫你名，伫到暗暝，就伫黑暗中，就伫黑暗中，你慈爱显明，定通充满伫我心灵，求小伊完成。生命必经神，主基督永远不忘。谁人通测度你叫大灵命？你无限稳定，广阔关心，永远的上帝。欠比江西，替我受死，担当我罪。是一个宣告，我一直写明，万王的王讲我属伊，美妙的救主，我永远属你，主基督。永远不忘。哈利路亚，阿拉主你头帮我，哈利路亚，希望无个困帮我，你站当所有所恋，你名是救赎稳定，主基督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拉主你头帮我，哈利路亚，希望无个困帮我，你站当所有所恋，你名是救赎稳定，主基督永远不忘，主基督永远。主基督永远不忘，我心出声，了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了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主上帝，我若受酒若戆赢，你的成就，所做一切工程，看见痴心。可听见泪的响声，有着充满你奇妙的感定。我心出声，我心出声，阿拉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阿拉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
惜伊成行，世来世间，替人对献生命。知识家庭，甘愿替小咱做歌，流血惨死，予我通知永远。主要过来，扫甲个声在大胆，才我倒去，天家快乐无限。我要虔诚，谦卑跪落来敬拜，保佑上帝。我主你真伟大，我心出声，学了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学了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咱安静来吟。我心出声，学了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学了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的心要出声，学了上帝的尊名，因为你是真伟大的上帝。请咱同心，咱额头来祈祷。亲爱的上帝，你的名是何等伟大，肯定我尊重。你的恩典是何等广阔宽深，互阮会通倚靠。恳求主圣神引带阮，会通谦卑跟对你，听透主的话语，互阮逐日行做，会通逐日学乐主你的圣名。恳求圣神开阮的心，互阮会通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我安尼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恳求，阿门。伫耶和华面前有尊贵甲威严，伫伊的所在有宽容甲欢喜。百姓中的逐族啊，恁着将宽容荣光归乎耶和华，归乎耶和华，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乎耶和华。着带礼物来到伊的面前，着用圣洁的装坛敬拜耶和华。这是咱三甲来吟诗，应诗347首。信息347首，主耶稣，我要倚靠你，请咱起立吟全首。
请坐。这是咱做伙三甲来共读主祷文。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是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33篇，诗篇139篇。咱三甲来启应。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我一举一动你拢知。对前方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行路，我歇顿，你拢会看。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上主啊，要袂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你亲手保护我。遐尼关心，超过我的了解。行到倒位，我才会当得闪你。我若落阴府，你嘛伫遐。也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甲我压榨。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奥妙、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济。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赞美咱，咱要来邀请圣歌队今日所要献唱的诗歌是《上帝若为咱》。我。
只是我要来分享咱今仔日所要分享的经文，记载伫旧约圣经耶利米书17章第7节到11节。那只是我用台语汉语本来强读。耶利米书17章第7节，我靠耶和华掠耶和华做伊所我靠的，迄号人有福气。伊要亲像水边所栽的树，旋伊的根伫河边，炎热到也无惊。叶永远要生水，伫打扫的年拢无寒露，佮结果子无煞。第9节，人的心比万米较规格，歹到极头，一嘴会知伊啊。我耶和华是监察人的心，试验人的苦衷的。袂照逐人所行，甲伊做代志的结果报应因。11节，人无照正道得到钱，亲像做国父，毋是伊生的卵，到中年，伊的钱拢袂离开伊，伊的结局诚做孤戇。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话语的人。那这时，咱要来邀请苏崇仁牧师来证道，伊要证道的题目：真心倚靠主。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圣神降临节。圣神降临节是咧创啥？无啥知影吼。你毋着讲就是要今仔礼拜听牧师讲啊，吼。不过就是今仔较特殊的日啦，吼，较特殊的日。这个特殊的日，咱是咧纪念尔定。你都会记即项事。毋是圣神降临的是今仔日尔，对古早开始，咱用即个时间，搁一遍提醒咱家己，圣神敢有伫你的心内，敢有伫我心内，即款意思啦，吼。所以亲像咱咧讲光复节，咁光复啊，咱也袂光复的啦，对毋对？吼。所以伫你我生命中间，咱通过安尼来孝念主耶稣，怎样搁伫你我的身上继续咧动工，吼。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深深感谢你，亲像圣经所记载讲，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伫地。伫圣神降临节时，阮聚集伫你的殿堂，阮要来默想你对阮讲的话。阮虽然着用人所爱讲的台语来分享。总是愿耶和华你的神就对逐个人，无论讲无论听人，伫因的内心来动水的工，互阮每一遍到伫你的面前，也是每一遍亲近你的时，你就重新甲阮起造，保守阮的心思意念，愿一切荣光归伫你，你的恩典赐福甲保守，就伫阮逐人的中间。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圣神降临节大概是真侪人咧纪念，沿岸阁有真侪无相伫台南无相的教会咧举行礼拜啦吼。咱可能我毋知，我不看到咱的旧报，毋知有写无。总是台南联合教会吼，迄个叫做毋是长老会尔吼。叫做基督教协进会，吼，基督教协进会有设定伫台南，甲即嘛着爱讲台南市啦，吼，包括早阵嘛台南市，吼，就是伫遐无相像咧运作。这伫你我生命中间，你嘛家己去想，你若永远袂当去，请你嘛为着遐个所在人咧聚会祈祷，望上帝通过大概有9场款啦，吼。伫9场的所在来做水的工。今仔日咱读的是耶利米，你可能嘛讲是安怎？
迄落圣经降临节目，甲迄落读耶稣所讲遐个话，啊，较咧读以赛亚。不过即个以赛亚，耶利米即个话吼，我感觉伫圣经，伫圣经降临节，会当对你我来思想啦吼。耶利米所咧讲的话是咧讲，因为人的心鬼竭奸诈，袂通宽容人啦吼。迄是写啥呢？耶利米讲，迄个时阵是讲犹大的罪，亲像铁壁啦吼，铁壁咱即马咧讲是啥壁呢？钢壁啦吼，铁的壁，用迄个酸石壁，刻伫人的心扉内底。咱的心实在软个，种伊讲心哦硬甲若像迄落石头相像，都爱用铁落去写啦吼，都爱落去刻。搁伫祭坛顶，因为啦，因遮个人吼，犹大遮个人，伫山顶咧敬拜偶像，伫青翠的草窝嘛咧敬拜偶像。所以这是耶利米伫迄个时阵所讲的。你若想讲到即个世代，敢是安尼？这世代差不多就是安尼呢吼。喙讲我听你啦，总是实在是甲你杀落去的吼。恁捌听一个故事啦吼，迄落一个人红怎啊跳落地下打呢吼，一个人走落去甲救吼。我讲你足勇敢呢，无人敢去甲救。伊讲无啦，都人甲我杀落来，我无法度吼，我无法度。有当时真正是安尼吼。咱的世代哪亲像剑邪恶，总是咱拢毋知哦，咱拢毋知。所以我甲咱提醒，基督徒当时单纯了过头，拢互食亏，拢碰骗，骗甲佫足欢喜吼。我为着耶稣吞忍忍耐，耶稣所有的吞忍忍耐是要互对方成长，一直成长，包括疼人嘛是都要互成长。迄落老爸老母若疼囝吼。一句台湾话真水啦吼，我毋知影恁捌听着无？讲成子牙走，成囝不好。吼，你若猪吼，拢互食食，到尾伊无人食的时阵，伊走甲你咬看，因为伊知影你对遐咳出来啊吼。你若成囝吼，就是疼了过头，你无甲教导，伊以后要来插你。吼，迄是我高二的时阵，我的国文老师。讲的啦吼，讲，恁遮人吼，毋免友好啦，无恁遮人生出来，你敢有恁的同意？一个就甲你生出来，吼，因踮遐咧欢喜甲你生出来，真趣味，就是到结婚的时阵吼，阮有人学生因为大汉啊嘛，讲老师你讲的，阮有记牢咧哦，恁茫生囝啊，恁茫生囝，你若生囝哦，我会甲恁囝讲，你伫上课有安尼甲因教，吼。意思就是讲，人的心伫生命中间，逐日咧经过，咱毋知，总是要求咱伫艰难中间要挖靠什么人？毋是讲人袂挖靠一路。你知影有寡人吼，伊真正用疼上帝疼来疼你，你毋对，伊敢甲你讲，伊敢甲你讲有啥物路会当行，迄就是真心疼你。总是一个挖靠主的人。若知影讲，遐人伫你的面前是真心甲你做伙，你会相信伊。普通咱人甲人中间拢无啥会信任啦，亲像毛长老吼，伊甲我讲伊比我较济岁，我嘛咧怀疑讲伊加我几岁，对毋对？我拢叫伊少年的，对毋对？伊讲无啊，我较老啊，其实我的动机，我今仔甲你讲，我的动机，我若叫你少年，你若少年，我若比你较济岁，我过啊啦。我搁较少年啊，对毋对吼？所以咱对人着甲人讲少年的吼，水祖囡仔吼，对毋对？安尼甲讲，伫你我生命中间，怎样用你真心去帮助人、学老人，毋是用假哦。假学老人是生理人咧做诶代志，敢是安尼？你今仔穿了真水呢，这束束啦，拄合你，你就感觉心肝就凉凉，钱就走出来啊，对不对？遐小朋友讲出来好，所以真心的人甲毋是真心的人，咱哪挖靠？总是有诶生理人嘛真心哦。我拄则讲，毋是干那讲有诶假，为什么真心？
伊真正看过你，甲你讲啊，即书无合你，你茫穿，你搁去找看觅吼，即书的色甲你的体材嘛无啥适合，色甲体材有关系呢吼。所以咱生命中间怎样真心来挖靠人，挖靠上帝，真心挖靠人的人，伊免惊人骗，有一个人甲我讲吼，伊通常是安尼，我相信你。你若甲我袂使讲一遍，我就打折打八折。你搁我骗一遍，我搁打八折，我袂一个拢甲消掉，因为我知影你打八折了后，你会去反省。你若袂反省，我就离打到尾吼，你讲的话吼，哪像咧喷风呢？安尼。所以耶利米咧讲这话是咧讲起当时的人嘛是安尼，犹大人犯罪心硬，连听都无爱听。总是头一部分，咱爱三甲分享，就是讲，掠耶和华做伊所挖靠的，迄号人有福气。毋是用人人。你要用人足简单你若挖靠一个人伊嘛足欢喜，伊感觉伊有本有人甲尊重伊嘛足欢喜。所以你若常常尊重别人，真心尊重别人，你的朋友会愈来愈侪。因为人知影你的心尊重伊。一月之前，我听到一个看到一个人写的啦文章，伊讲一个好品格的人通常拢会学了别人比较优秀。伊下面无讲啥，总是我咧想，我若学了你足优秀我若要甲你问啥物代志，你拢吐出来，好，你拢吐出来，我着成长我着伫迄个时阵，加添无相的知识我若讲你无啥效啦，我甲你讲，伊有要紧的代志，伊就无爱甲你讲。我较着甲你讲，互你去有效，对不对？所以你讲真实挖靠耶和华的人，即款人有福气。用心来描写咱经即4节多，伊描写了真好啦。伊讲亲像啥？亲像水边所栽的树。这敢有成以赛这伊迄个诗篇23篇，足相像啦水边所在的树，迄个茎旋入去伫树迄个水泉内底，然后伊一直成长，一直成长。伊搁描写啥？讲青翠啦，炎日来啦，伊拢无咧惊。水是人生命中间真宝贵的代志。常常上帝拢讲，伊互咱的若像活水泉直直冲出来是活水泉直直冲出来。伊互咱的水，迄个圣灵就是亲像活水泉直直冲出来。你的确会体会到，当你的水泉无去的时候，你若袂体会到讲，这泉海无冲出来，你我就的确知影，咱小可就离开耶稣。耶稣袂离开咱啦。世间啊，就是足简单咱足爱食足侪好的物件嘛总是足侪好的物件对你我的身躯拢无帮助。总是咱搁足爱食，无法度就是食了到尾身躯艰难的时阵，就医生甲你讲，你袂使搁食，你若搁食剩3个月日，你阵就惊着有的医生是安尼甲你喊啦总是有的医生真正严格甲你讲毋通食，这对你的身躯的反应会愈来愈歹伊搁续来搁讲啥？讲人伫艰难的中间，用代表拢讲，甚至到死荫的山谷都毋惊灾害。耶利米所咧讲的，含代表拢所讲，足类似呢。伫艰难中间到死荫的山谷，我若挖靠耶和华，我就无咧惊。代表讲因为你甲我三甲伫地。你我生命逐日的生活中间，若毋是耶和华甲你三甲伫地，甲我三甲伫地，咱有时会真艰难所以伫即段，伊咧讲起讲，伫大蛇日嘛毋免看路，佫会照时结果子。无论艰难甚物所在，你挖靠耶和华会用无相的方法来帮咱一个挖靠耶和华的人，若是因为顺境挖靠耶和华，迄无啥物奇怪啦。你伫顺境的中间，挖靠甚物人拢嘛相像。总是伫艰难的中间，你就会去发现着有人会甲你帮助，有人袂甲你帮助。
有人甚至甲你笑讲，你外口，哦，你以前咧臭单，啊，即嘛毋大看嘛，对毋对？吼，总是遐真实听你的人，伊是会甲你关心，伊知影人的生命中间有好歹，无一个人会当无拄着，你我一定拢会拄着。总是知影伫艰难的中间，上帝互你成做迄人的天使，去甲帮衬，去甲扶持，啊，互伊经过遐难关去，甲上帝的关系会愈来愈好，无跋倒，这是重点。所以伊伫遮讲，我靠耶和华人，迄定好人有福气啦，吼。啊，我咧讲活水泉，可能咱无啥会体会，台南无啥有体会啦。我会记我拄仔含阮太太咧恋爱的时阵吼，啊，我去潮州，啊，看因遐的水吼，就是冲出来啦安尼啊。我讲恁无采工，哦，这水毋着甲浸起来安尼吼，啊，因怎啊咧笑？伊讲这毋是自来水啦，啊，这着水底冲出来啊，啊免钱啊，对毋对？所以因有游泳池，游泳池用遐水。哦，惯人拢用遐水，啊，若无咧用的时阵哦，三渐是浸较细港尔，无咧浸，总是迄落我毋捌看到即款情景嘛吼。迄个活水泉是永远直直冲出来，永远直直冲出来。圣经有讲即款故事，圣经有一个故事是耶稣讲的哦，吼，伊讲到这边啊，一个人负责人伫遐讲话，要甲讨水啦吼。啊，迄个人足趣味，伊讲啊，你也无灌水的器具啦，啊，你要安怎用上水吼？伊讲你食遮水吼，还佫会喙焦。你若互我的话诚做你的水，就永远对心底冲出来袂喙焦。迄有人哦，啊无你将迄水互我，总是伊伫甲讲的时阵，即个负责人忽然间发现着讲，即个人真正有活水泉。伊毋是家己得着尔，伊讲走去城里，阁报人来。基督徒的水的所在，就是毋是你得着就好啊，你毋知去报人来啊袂？你若报人来，可能咱的教会会愈来坐较甜伫甜啦吼。啊，你袂使暗度，我感觉好就好，耶稣我爱就好，啊袂使互别人吼。所以有人咧甲我讲，恁基督徒吼，足独裁啦哈，安怎独裁？拢讲恁的上帝是独一的，吼，啊，迄落独一无二的真理，吼。啊，我想切切啊讲啊，我只有甲问讲，啊无你几个老爸？嘛一个尔，对毋对？吼，你几个老母？嘛一个尔，对毋对？你无可能变做两个老母啦，吼。若有第二个是打啦，吼，干妈嘛，吼，干妈就是无经过子宫。有水走出来啦，吼，打的嘛，对毋对？啊，干爸嘛是安尼吼，所以伫你我生命中间，怎样来得到活水泉，就是咱所倚靠耶和华，咱深信，伊一直甲咱供给，甚至咱伫艰难的中间，伊用艰难来造就你甲我，你著会记即项事吼。有足侪人伫艰难的中间，到尾较有成就。上较出名就是啥物人？就是迄个发明家啦。发明家啥物人？咱真正拢无读啊，哦。袂使，我若咧问你拢点点，我毋知讲遮有人啊无人安尼吼。啊，若笑佫有声。发明电脑的啥物人？伊当咧讲发明伊咧欢喜的时阵哦，你敢知影迄记者甲按哪甲问？伊讲哦，你迄啥物臭情啊？100遍，伊100遍了，迄电火才出来啦。啊，你99遍拢失败啊！啊，1遍尔你就欢喜干呢？爱迪生甲伊讲啊，讲我99摆失败，才会今仔日即粒电火。伊就一直改进。你我拢会失败，咱伫失败中间是毋是来改进？迄个目标伫哪？耶稣基督上帝迄个所在，吼，咱的目标就是安尼。若用保罗讲，袂记即后面的事，头前的标来走，迄个标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就是咱今仔讲圣神。第二项，伊讲真心倚靠主的人，无鬼缺的人，无奸诈的人，
你若想讲现代社会，咱莫讲别个所在吼，现代社会人的心有鬼气啦无？嘛毋敢应吼，拢安尼吼。啊，你若看现代社会，咱的台湾社会就是安尼，吼。我有当时啊看了吼，放轻松啦，放轻松是安那？因为上帝若容阮伊安尼做吼，的确有伊意思。我毋知尔，吼。有当时啊，圣经讲哦，人的意思是歹，上帝意思是好。有个人通过迄个意思是歹，互遮个人一直安那一直调整，一直调整愈来愈好，互伊到尾安那死都毋知啦。这是真正是历史中间甲咱讲的物件。亚历山大大帝，咱大家拢知啦吼。伊征服啥物？欧洲、亚洲甲非洲呢？世间无即款人呢。不过真无彩，就是伊30几岁就过身啦。伊过身的时阵，甲伊的将军讲啊，讲有3项代志吼，请恁都爱甲我做吼。头一项代志就是，我的棺材吼，都爱挖空，挖2支手会当伸出去，吼，啊骹佫伸出去吼。第2项事就爱安那，就爱涂骹拢铺金啊。我所得到遐个金银财宝，拢甲铺伫涂骹。第3项毋免讲啦吼，就即2个将军就感觉奇怪，较会即款代志啦吼。阮第3项讲好啦吼，第3项讲医生就陪我的棺材到入墓地安尼。这将军讲好，阮会照安尼做，因为大人讲我这足奇怪咧，how有医生陪你啊抱琴啊手伸出来吼。一个足疼的将军，足疼即个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嘛足疼的，即个足勇敢讲，迄落讲我会替你做这个代志，总是哦，拜托你甲我说明讲这个代志是啥物意思。迄个国王讲咧。讲一遍，传一遍，较佫讲第2遍，佫第3遍安尼吼。伊讲吼，迄个手伸出去外口，我就是要甲世间人讲，我空手来，我嘛空手去。这圣经的话嘛吼，无一个人手会当摕命。你吼毋相信，恁兜若做老大吼，伊过身的时阵，你甲放蒜椒砍伊的手，伊嘛是安尼，伊袂当吟起来啦。有若是安尼尔，啊，第2项，伊讲啊金仔咧，伊讲金仔吼，咱拢踏伫涂骹，我嘛做荣耀的时阵，感觉有足侪金仔，总是我骹踏袂着，因为风光咧嘛吼，骹踏袂着啊，有啥物路用？啊讲啊医生咧，医生若遐尔厉害哦，我今仔就袂死啊啦，足简单，真正足简单，遮个。将军吼，当体会着讲，咱是毋是咱的生命都爱保养？总是你外口保养嘛无效呢。若无上帝伫遐做你的扶持，甲你帮衬，互你的生命伫内心正直上帝，无鬼气。这人无法当做啥物？所以大鼻王伊常常讲啊，讲毋通为着遐心怀不平的人。做歹代志的人、恶毒的人、奸诈的人，你心内怨恨，毋免安尼。因为上帝照伊的公义判断，伊的公义判断，咱嘛毋知影判断。世间人所咧讲的判断是啥？就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吼，民间的宗教安尼，基督教讲安尼。基督教嘛有呢，耶和华会照伊的公义来审判，所以伊伫诗篇第1篇讲啊，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徛罪人的路，迄号人有福气。耶和华的判断，你可能讲，即马毋敢问啦，可能若倒位会问讲，牧师我犯罪判断要安怎？我即马甲大家讲，
你我拢犯罪。耶和华的判断符合家天一个恩典，就是赦免。这是民间宗教拢无物件，伊就一直是因果关系尔嘛。总是基督徒怎样伫伊犯错中间敢承认罪？认罪差不多伫世界上较简单的啦。哦，你甲看，敢有人敢承认讲我讲毋对？总是迄个人敢讲伊承认毋对的人，迄个人对所有重担拢无去。我讲到真爱用实例，因为咱是活伫实例中间。咱的圣经是叫咱活出来，哦，毋是叫咱讲啊，咱条头直直上直直上。咱要知影一个捌做过迄个副院长的人吼，5院副院长的人，我莫讲人啦吼。啊，这人吼讲有一遍含一个查某囡仔去看迄落旅馆啦吼，旅馆。啊，其实用设计去的，啊嘛无多啊，对毋对？听伊讲迄个旅馆甲讲啊，我要落屎吼，无咱拄啊这附近有一间迄落咱旅游吼，咱旅游边仔拢有旅馆嘛，毋是正港的旅馆吼，哦，迄叫做啥名？啊？啥物旅馆？对，我戆袂记住啦，恁会记住吼。啊，伊入去时，因为有设计，所以有人咧翕啊。啊，隔日就翕出来，就传过来。迄人头一项甲因太太会失礼，第二项伊正式讲对，我有入去迄个汽车旅馆，伊无爱阁讲啥物代志啊，因为讲啥物代志无路用啊，伊著互设计啊。哦，你愈会含伊做伙去，啊，我翕相吼，我翕相。啊，你出来我阁翕，吼，啊，入去闹屎毋知闹偌久，吼，毋知。啊，不过就是伊承认了后，遐个代志拢无去。我感觉咱的信仰拄拄咧讲即个物件。人伫上帝面前犯罪，伊若敢承认，上帝就随时赦免。无咧等的，无咧讲啊，你是真也假？伊知影你真正认罪啊，假认罪吼，你的心真正认罪啊，假认罪，伊知影。吼，所以咱咧讲，伫耶和华的面前。静静听候耶和华来听候伊的判断，是伊赦免咱、帮助咱。啊，伊的帮助哦，毋是我敢若求讲啊，上帝啊，你扶持我、帮助我吼，啊，毋是安尼。这是一个真出名的人所讲的一句话，我要和咱分享。就是美国南北战争的时阵，林肯总统，甲伊遐个官员咧讲的时阵哦，遐个官员嘛足虔诚的呢。讲，咱既然南北战争，咱是对的，咱要解放啥物？俄罗啦吼，要解放黑奴，迄是对的物件。上帝听所有的人，不管乌的白拢嘛相像，对毋对吼？啊，遐人讲，咱着爱祈求上帝吼，帮助咱，互咱较赢，徛伫咱即边，甲讲落去。林肯总统讲一项词，诚做一个真出名的话。伊讲，咱毋通祈求上帝徛伫咱即边。咱得爱甘愿来徛伫上帝迄边，啊，互上帝去指导。咱拄则咧唱的诗歌吼，我感觉足水呢。我拄则加写落去啦，即摆加写落去，因听恁拄则。约书亚，上帝怎样甲伊讲？无人会一个人徛伫你的面前，我若甲你同在，无一个人会当徛伫你的面前。啊，毋是要互你夸口哦。毋是互你骄傲，毋是，就是互你知影讲，耶和华是我好者，我的帮助者，我无咧惊吓。所以圣经对头到尾一直咧甲咱讲，咱知影怎样来荣光上帝的名。耶稣嘛呢？耶稣讲，我荣光上帝，啊，上帝佫将迄个荣光佫照伫我的身上，啊，我嘛有荣光。哦，啊，荣光毋是我家己讲的，是上帝家己迄个荣光照落来。所以，人的内心上鬼缺，啊，上帝最后第三项讲，伊是监察人的心的。咱看外表拢无啥会准的，有当时有准，有当时无准啦吼。有准的时阵，就是迄个心理学家吼，迄个智商的人看你的面，知影讲你的笑是奸臣啊笑，还是假笑，
还是皮笑肉袂笑吼，迄无相像。啊，若目睭有看见的，迄个算命先的吼，伊嘛看有呢。总是咱足侪人拢去找迄个算命是目睭无看的啦吼。我嘛足奇怪，我有当时啊，感觉内心小可艰难，啊，总是无法度有即款世事，即款代志就对啦。总是有一套哦，有一套。即套是毋是你我所咧运用？毋是教会，毋是耶稣对你我讲的物件。哦，伊监察你的内心，知影你的内心。啊，人拢足爱听好听话，心就欢喜，就快乐。我会记得我神学院1年的时阵，含我的迄个班长，迄阵民族路啊，可能恁遮少年拢毋知啦吼。我讲安尼，恁就清楚。民族路边仔大沟，吼，即马大沟已经砍起来，吼。啊，大沟的边仔两边哦，拢咧卖迄落食的物件，啊嘛有算命先的拢有，啊，屈伫裤骹安尼。啊，阮班长伊着江山人，伊着讲，一中日啊，咱两个来出来民族路吼，踅踅吼，啊有物件通好食着食安尼。啊，我踅到有一档，就是一个算命先的，坐坐伫涂骹，啊一个少年伫边仔讲，咱两个听看伊咧讲啥呢？听人咧讲话，会互你的头壳知影上帝怎样帮助你。啊，即个算命先的就甲伊讲，少年的啊，你要来上啥物件？嘿，奇怪，我上啥物件？你应该知啊，你较来问我吼。敢是安尼？啊，迄少年讲，好，我旧年考无着吼，我今年连考搁要考吼，啊，我要知影讲对啊，会对啊，袂对啦吼。安尼，好，你来车签抽一支起来，安尼，啊，着目睭无看嘛，所以嘛无看到伊面，啊，着安尼抽一支签。我感觉阮的班长是咧看即个少年的面，因为伊咧讲啊，我考袂着，啊，今年个安怎？我咧看伊的面的变化啦，吼，变化。即个青梅算命先的蒙玉签蒙了讲，少年，我大声甲你讲甲无好听话，就是你今年哦，有若考袂着啦。啊，少年面怎捏落去呢？吼，迄捏落去毋是我逼安尼，就讲袂笑啦。爱听逐句吼，即个少年先讲，不过我甲你讲，你若搁较拍拼，搁较拍拼吼，会掉车尾。掉车尾嘛是有掉啊，吼。60分甲100分是安啦，着及格尔啊，较有笑。你共讲100分也无人看啊，我着及格啊，吼。我看到即个少年哦，对手伸落裤底啊，100块落免走，哦，迄阵100块多大样呢吼，免走，啊，足欢喜就离开。我有阮班长讲，咱若做牧师了，咱有通做即款工课，吼，啊，对不对？意思就是咧讲。上帝是监察人的内心，啊，佮每日拢甲咱看，每日拢咧看哦。你茫想讲，干那即摆咧甲你看尔？我甲你讲，我真正嘛作细字，每一遍讲道，我拄则讲，恁咧唱我着随写，我无写伫遮吼，我毋敢讲，因为上帝知影，上帝知影我要安怎含恁分享遐事实，互你我拢成长。我是反省。啊，你我毋知，你家己去甲上帝关系。所以第三部分，伊讲监察人内心，5脏六腑伊拢监察，吼，啊，通过安尼来互伊的生命调整。最后迄句嘛真水呢，伊讲若无照公义正直来得到钱的人，伊讲安那，亲像查甫，我有去遐看吼。我本来要翕迄个相，互咱看吼，台湾有吼查甫。伊讲，即个查甫吼，常常去扶别人生的卵啦，毋是扶家己囝生的卵哦，扶别人的卵。意思，伊的意思是讲无结果啦，扶出来物件是别人的啦。哦，你安那奸诈扶出来，就是别人的啦。这是上帝伫你我生命中间怎样咧调整，怎样咧帮助你我。最后结论，我有缘含咱分享讲，当保惠师耶稣要上天以前讲，我当去要找保惠师来踮伫恁中间，就是逐日甲咱相合伫地。耶稣当时
枵活的时阵是有肉体啦，肉体袂当分心嘛吼。那像我即摆伫大桥，我都袂当走东门啦吼。咱中间个人知影台湾有一个讲伊会分心的嘛吼，有若都爱知者啦吼。人迄会分心的，你嘛得爱请教看安怎会分心吼，对毋对？总是有一个人讲，一个台大教授哦，可惜真少年就死，王金明教授吼，40几岁就死。台大学生甲讲，迄阵拄当咧流行，讲伊会分心吼。台大学生甲讲，迄个王教授，我请教你，迄个人敢会当分心啦吼，分神安尼吼。竟然即个教授甲讲，我相信。讲到遮毋是结束啦吼，咱听话拢都爱听到尾啊吼。圣经讲你若听人话讲到一半，中间你着通插话哦，迄戆人。迄个学生拢感觉足奇怪，即个教授流利的博士，佫会相信有分心，总是伊说得足简单。伊讲哦，因为我相信哦，伊会为着咱的国家，所以暗时伫台湾困，分心去大陆，遐咧设定迄个飞弹转台湾的吼，一个拢阿爸，逐个拢阿爸，分心嘛，分心因掠袂着啊。安尼真正有分心就无，就是无啦。我甲你承认有，总是我要甲你讲，真正分心就是安尼啊。甚至去甲迄个习近平扒头壳，伊嘛掠袂着，分心掠袂着，就本尊就伫台南咧困，伫高雄咧困，伫台北咧困，咱的性命伫上帝面前，伊讲保惠师，因为耶稣当时有弱势，伊袂当走来走去，总是当圣神，伊讲啊，圣神是灵啦，圣灵，咱讲个圣灵。降临这圣神，降临这就是已经灵是无迄个形体物件。我当时嘛问讲，上帝逐所在伫地，迄个讲够影。我甲问讲，无你说啥物空气？伊讲我说才有空气啊。讲台北人敢有咧说空气？有啊，嘛拢讲空气。上帝真正伫逐所在伫地，伊对每一个人会感动甲引带嘛，拢无相像。你毋通讲上帝教我引带，教我感动啊！逐个拢倒来含我相像，这人有问题，所以伫遮咱咧讲起圣神，伊甲描写是安慰的，是帮助者，是代替耶稣伫世间以前伊伫所有一切工作伫遐咧努力。愿意我伫上帝面前，常常会晓想讲，我甲上帝同在。是上帝甲我同在，是我咧倚靠上帝，是甚物时阵咧倚靠上帝重要？你若是伫顺境的中间咧倚靠上帝，我要甲好胆甲咱讲，迄无稀罕。顺境的人伊拢真自在，伊倚靠上帝是咧讲假啦。为着要互知影讲，我是基督徒啊，所以我袂使讲我倚靠我家己的牛啊，安尼是叫做谦卑嘛吼。我倚靠上帝，我是谦卑嘛，实在是无谦卑啦。心内咧想讲，迄就是拢我努力的，我假话，对毋对？就亲像我较早入新人院的时阵，现啊戆啦吼。我讲迄个一日有一个牧师甲我问讲，你安怎读新人院？我讲就去互骗你的安尼啦吼。骗的意思是安怎？是我高二的时阵，阮东门教会咧叫一个人来培灵会。迄个培灵会是女的哦。伊讲有感动的人出来，要互上帝用的人出来安尼啦。咱迄阵做调的，就是上帝用，就是甲做牧师尔嘛吼。即摆我知毋是，上帝要用的人，有当时是做工友嘛是上帝咧用，做经理嘛是上帝咧用，做职员嘛是上帝咧用，毋是干那牧师尔。总是我迄阵要紧啊，毋知影，我想是做牧师所以就4个人出去，啥物人出去呢？迄个牧师囝，阮的会长带头出去，阮就讲这个牧师囝，咱这应该是啦吼。结果考试人已经，干我一个考验啥拢无去，3个拢无去啦安尼啦。第2项，看着头前车啦，是我经恁，毋是恁经我啦，佫互恁结果子坐坐啦，我心内讲，假奇怪，我考试若黑白写，你敢要互我入来？我
迄阵迄阵已经有一个心理学教授伫遐，你爱考试心理学教授会甲你问一个代志，我拢学袂赢，你敢要甲我入来？所以我心内迄阵还佫戆戆就对啦。想，开你经我是我经理的啦，我考试嘛，我自愿来考试的嘛。后来真正到第3年了后，做兵了后，我深深体会到，上帝咧调人真奇怪。因为我做3年兵，有6个人去做3年兵，到尾有我一个倒转来。遐海军陆战队的啦，遐迄落海军的啦吼，拢要拍共匪也无转来啦吼。拍共匪也是讲笑的吼。我是做空军吼，我做空军，我转来。对个时阵，我开始咧体会中，上帝要安怎引带我，我毋知要安怎，我毋知要安怎。啊，人咧讲啊，牧师你牧倒一间教会？我讲我都无牧教会啊，我都迄落拢去互关伫机关内底走袂出来啊。我中英中学毕业，读新学院，佮倒去中学22档，中英中学佮升中英大学，我去遐13档半，然后退休。啊，即摆还佫伫一间咧做协谈咨商的训练硕士班、博士班，伫遐做义工。我上帝用我只有感谢。即摆这是附带讲的，昨暝有一个对厝礼拜去餐厅，竟然有一个人甲我讲：“你敢是苏牧师哦？”我讲：“你敢知？”伊讲：“我中的啊。”我讲：“你敢捌？因为你甲阮上人生地下课礼拜拢伫台顶讲道啊。”你看即款，我嘛毋知呢，我嘛毋知。上帝要怎样用你，我嘛毋知。总是你若倚靠耶和华，伊要甲你带路。你伫艰难中间，伊要甲你保守；你伫顺境的中间，伊会互你家己谦卑，毋是假无伊哦，毋是假无，真正谦卑。啊，你会伫迄时阵感受到上帝继续用你，继续咧甲你丰盛，互你的丰盛会结果子，有活水泉继续冲出来。咱三甲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上帝，阮若内心伫你面前有啥物污秽拉三？愿你通过圣灵甲阮除掉，阮的身躯若需要调整，主耶稣你嘛通过圣灵，亲像你早时用你的圣手来医治人一样，来医治阮、帮助阮。愿阮伫你的面前真心倚靠你，因为你是阮的大牧者，你是创造阮生命的。愿一切荣光归伫圣父、圣子、圣神上帝。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免。这是咱来吟回应诗，新圣诗521首，新圣诗521首。你若欠缺真失望，请咱起立吟全首。Praise
请坐，请咱准备心来做奉献。这是咱来纪念奉献宣告的祈祷文。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获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咱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卫心，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实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福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消息报告，即时我来报告咱本周的消息。第一点，本主日感谢苏崇仁牧师来到咱本会来证道，用上帝话语启示甲勉励咱。愿主赐福苏牧师的服侍。第二点，本会伫7月初4拜六，晡2点半到4点半要举办亲子音乐体验营，内容有咱有准备乐器啦，有非洲鼓、乌克丽丽，然后有孝真长老带领的，就是多肉植物的手作咱活动的地点就是伫东桥里活动中心，东桥里的活动中心。咱的对象就是要升过国小2年的。甲要升过国小6年的，遮个小朋友拢会当参加。然后费用一组，咱是干那收200块。那200块内底，咱是有包括家长有1位，甲囡仔1位请兄弟为本厝的社区活动的宣传、带导甲奉献。这就是咱伫迄个下半年度的第届，咱教会要推动社区活动。真正最重要的一个侍奉的工课，请咱致意来为这祈祷，甲做宣传。第3点，南中会妇女事工部伫6月13拜六，下早9点要举办2026年诗歌培灵会。地点是伫大园教会，费用每一人才100块那含餐费。报名到6月初7这点我要鼓励咱妇女姊妹。会当社会来报名参加，因为咱足久无行出去甲人联谊我感觉这是足好一个联谊的时刻第4点，南中会中级联谊会伫6月14礼拜下晡2点到5点，举办本年度第2届
例会，主题是福音中心的医治吼，主讲是慈一凡牧师，地点是伫安顺教会。那报名截止是6月4。即个所在吼，咱无分中级，咱只要是兄弟姊妹，拢会当参加报名。吼然后如果若要参加，毋免烦恼车辆。教会咱教会会迄个安排迄个车辆吼，离迄个安顺教会。我嘛邀请讲兄姐，只要你是兄姐，台桥教会兄弟姊妹拢会当参加。第5点，5月30拜六，下晡3点伫台南卫礼堂举行爱之所在福音音乐会。会中有咱请献歌队指挥玉成老师，他有演唱跟指挥，诗班指挥邀请兄姐，如果这段时间有空，咱会当前往来聆听。今仔日的小组咱是正式来聚会，下面的补充报告，咱请毛长老。主人兄姐平安。咱今仔日这个校长了甲伊的先生有重要代志去高雄校长了是咱本会代议长了所以我今日代替报告一下安尼我今日早去有去载这个老小无顺的因为因无伫个出没上因路较顺路来拢会载这个啥迄个。老小无顺甲万处节来教会顺路嘛这个老小无顺我要甲载是伊伫车内无甲讲这样代志啦，讲无定了今仔是圣神降临节我插起来安尼我心内想讲惨这酒步一定无定的啦，因为苏牧师上注重细节的人今仔真正摕出来咧讲安尼咱的酒步真正无顶啦真正道歉因为阮过去这种代志这个酒步拢是牧师有咧规划啦所以咱即摆牧师我心内想讲，这人犹太人一年中的3大节日，其中的五旬节，既然无顶就对啦。我看一下我想佫无苏牧师你遮你讲这样代志。我真正做一个长老人，真正足歹势安尼所以咱哩就咧这酒步咧做诶这兄弟少年诶较可能较无了解这样代志所以若有啥物大节日逐个啥这长老中去啥注意一下安尼我报告到这谢谢。这是长老的疏忽咱下面咱有迄个奉献的部分也请咱家己来注意然后我们今天来念本周的金句。本周的经句民数记6章24节到26节，咱用台语先共读一解。愿耶和华赐福恁，保护恁；愿耶和华互伊的面光照恁，施恩互你；愿耶和华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愿耶和华祝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民数记6章26。这时是咱彼此要带到的时间伫这个所在，我有愿要提醒来邀请咱兄弟姊妹同齐为着咱的教会，较无上帝的心来祈祷，为教会同工彼此相挺，合一来祈祷。伫无牧者的期间，我们不是空窗期，乃是主上帝亲自来牧养教会的时期。所以咱搁较需要勤读圣经。祈祷，甲主同行。也请咱今仔日特别为着7月4号音乐体院营来祈祷，请咱同齐开声来祈祷。
哈利路亚！至圣至尊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借着先知耶利米的信息提醒我，我靠耶和华，掠耶和华做伊所我靠的，这号人有福气。主啊，求你帮助我，无我靠家己的聪明、气力甲环境，是合适真心将阮的性命建立伫你的内面。愿阮的性命亲像水边所种的树，旋伊的根伫河边，炎热到也无惊吓，心中永远有平安甲愿望。哈利路亚！亲爱的主上帝，求你保守阮无追求虚假甲不义的钱财，将阮的心门来拍开，愿你的灵自由运行伫阮中间。互阮领受你的话语，学习诚实、正直甲敬畏你。愿你做阮性命的泉源，专心倚靠你。求你按照你美好的旨意，带阮行头前的路。爸上帝，有一项侍奉的活动，我犹原第摆列伫你的面前，就是伫7月初4拜六，我们来举办一场亲子音乐体验营。愿即项活动是要诚做家庭彼此相听，入爱主恩典美好的时刻。求你亲自保守规个营会的筹备甲进行，对同工的安排、课程的设计、音乐的带领、场所的设备，到感动每一位来报名参加的家庭，拢有主你的平安同在，互服侍的同工彼此来同心合一，抱着喜乐甲疼心来服侍。求你保守即项活动，要诚做祝福的器皿，互父母甲小朋友伫即中间学习互动甲关爱。期待阮所准备的每一首诗歌，伫活动的当中的互动，拢要诚做家庭的祝福。教会复兴甲社区关怀的开始。哈利路亚！阮诚心诚意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圣尊名，阿门。这时，咱们来上映信息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起立。吟诗说，咱来邀请苏牧师为咱祝福祈祷。创造阮生命主上帝，愿你早前扶持阮，互阮出世到伫现在。恳求你继续引带保守阮的脚步，互阮以后日子有你的照顾、扶持甲保守。愿耶稣的医治踮伫阮的中间，早医治、现在医治、将来嘛必继续医治。阮身躯需要调整的，你就甲阮修正。互阮更较自由自在，来见证上帝你的疼。亲爱圣神，恳求你赏赐对天灵来的智慧，互对天来的智慧，成做阮会晓判断是非，会晓兴起上帝国伫大桥教会，成做即个社区的见证。愿三位一体上帝将伊真实的平安、喜乐甲健康，赏赐恁以及恁家庭的大细。
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